大家好啊，我係阿黎啊，歡迎各位收睇我嘅視頻。今日呢係2022年6月12號下午，而家我帶各位睇下南寧市嘅雍江，因為呢幾日雍江已經漲水啦啊，聽講好多魚作啊，我哋過去睇下啊。今日終於冇落雨啦！前幾日落嚟幾日啊暴雨，今日係陽光明媚。我哋睇見對面有一隻好似係拉沙船開過嚟喎。啲一橋底一路行過去，全部都係一啲遊人，應該係今日係星期日啦，好多人出嚟一邊啲灑水啊，或者係睇人哋捉魚啊。一邊啲唯有一幫人做咩？我哋過去睇過啊。喂，好似係啲網魚喎。這個鯉魚哦，鯉魚。一位兄弟呢，應該係整啦一條禾花鯉魚，可能而家係拎翻屋，即係拎去邊啲啊嚇？而家橋底下面，我哋睇見好多人喺啲游水喎，睇咪？一啲係游泳愛好者，應該係上面呢就係雍江大橋。入邊呢度有啲鬼仔喺啲游水喎，睇咪？家長有啲老人家帶啲鬼仔過嚟訓練嘅。一路過去好多睇熱鬧嘅人，係咁睇南寧市嘅景色可以喎，睇咪？對面係入邊啲民族大道啊，雍江賓館一隻方向。今日係休息日，好多啲家長帶鬼仔過一邊灑水，不過呢要注意安全喎。啲水友生命可貴，安全第一，水深危險，預防溺水。喺上面睇冇過癮，乾脆我哋行落去睇過。啲水友禁止釣魚，不過呢仲係好多人喺啲釣魚，實際上亦都冇有人管呢。特別係而家漲水啦，好多人過嚟摸魚喎，可以講係捉魚喎、網魚啊、釣魚啊，好多人有啲鬼仔喺啲灑水，估係我喎。我幫睇路仔灑水一隻地方呢，實際上平時係一條路嚟到啊，一隻平台係水泥大理石平台。睇到嘅對面一隻植物，好似係一棵樹啊，外面呢亦都係一隻細細嘅廣場，不過而家全部都係水浸過啦，係咪？要緊咯！嗰邊啲有阿叔喺啲網魚，我哋過去睇過啊。聽人哋講啊，今次啲水漲上嚟之後呢，上游係好多啲大魚啊，全部都游落嚟啦，有啲10幾斤咯。有啲人呢就乾脆喺啲網魚，然後呢馬上網上嚟之後呢，就馬上開價，現場就開始賣魚。哦，快啊！空啊！呢邊咧，冇搞啊！不過3都得啊！空啊！呢個係啲魚，等我3啊！幾斤喎條？荷花魚啊！有我攞冇大。有啲魚出嚟嘅。哦，靚啊條魚！要嘛？係啊！幾多錢？啊？幾多？20蚊。20蚊。嗰啲係可以喎，生猛嗰條啊！玩大粒啊！係啊，正㗎嘛條。2斤有喎，3斤有喎。係啊，2斤應該有。掹隻頭就掹佢出嚟啦，我殺得斷嘅喎。呢條冇長搞啊！收牛。要咩？食埋啦。荷花鯉啊，冇係鯉魚喎。靚嘅喎。冇咗，打電自己呢。阿幫睇熱鬧嘅人呢，實際上都係啲家長帶鬼仔過嚟啦，然後自己又喺啲睇人哋網魚，睇得津津有味喎。哎喲，真係。其實一場暴雨呢，雖然講係好多地方帶來啦災害，不過對一幫人嚟講呢，可能係樂處，係咪？咩魚？
下花頭啊？你生嗰邊喎。俾摸俾摸，得喎。魚網上嚟啦，馬上就開始交易啊！有人買啦，兩條魚一共係30蚊，一條禾花梨係20，再加一條細嘅非洲汁，即係咩？仲有其他2條細魚一共係30蚊銀。馬上係啲數碼支付，哎呦！新嘅即係要一袋咯，放到啲桶裏中啊，嗰啲放到嚟啊，咁細嘅隻桶。哎呀，你那个铲呢？誒，哎呦，哎呀靚啊！桶邊都放到落嚟。啊，邊度？咁啊靚噶噃。啊，走啦。哎呀，你2把铲呢？我都不见了。2把哦，刚才1把哦。还有1把呢？好。一位爸爸幫隻鬼仔買嚟幾條魚，然後呢兩父子心滿意足，高高興興返屋。一邊呢師傅繼續拋網。哎呦，咁啊輕輕拉網。OK，可以。嗰隻靚魚啊！跳水啊！真係跳水啊！有。上坡的話會丟人，男生說還好。哎呀，叫我口水。哎，很多人來包給他。哎，頭大的。來了。對面雍江賓館一隻方向有一隻拉沙船開過嚟。好啊！今期嘅視頻就到呢啲啊，歡迎各位關注我嘅頻道，然後呢你鍾意我嘅視頻呢就一定要記住點讚。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